真咪问啊，这咩蛋壳啊，非常长时，非常好食。今日买足件来烤个臭芋头啊，还是床前点床人里个，水烫落落是点过粗软啊。问起来就只攞张蛋壳嚟煎啊，也无猜什么那个家己整嘅。蛋壳好对那湿，咱即刻个掰出来，个清水白白呢。水白剁好个臭芋头啊，你就个3点嘅盐、姜片，用到上半日只手啊，个盐糟糟，去盐至15分钟。袂好老外丝，每个芋头生了挂只糊长啊，那就来个水白白呢。只做无用嘅拉里拉杂，就个里里白。水白后做个面粉车个下起来变硬，盐煮好嘅芋头个姜片个捏捏掉，在旁边嘅凉缸水个清水个挪零。水白后就扣挂张刀棒抓紧个煮大水分，就个煮大呢，等来辣酱无去混起来。接落来，咱你好来起锅烧油啊，想要辣糊袂对点啊，你就按我这个方法，个点3个小只只呢，然后再来落油，点几度用油个淋个糟，油香之后个芋头一口你好放落来酱啊，先调味去酱个定香，了将温温呢个放叮当。另外，按我这个方法吧，无论你是辣糊辣嫩啊，都个袂对点。慢火个酱啊，将是上面金切泡啊，了个捞会较在哩个流减啲嘅。这个时候个糊汤较大水分也个倒入来，清楚才去酱一个，等食起来真好香。然后落姜片，听滚个凉缸水，只切着用滚水，等水腾真系浓。盖上锅的盖，动火去焗正10分钟。时间到，该4点嘅盐改正好椒粉调嘅味，最后落蛋壳改色，清楚才去切正10秒钟啊，了你好个留起来食。另外，焗掉啊，床前点嘅，天时硬，按照小小妹话个糊路啊，实质是暖心又暖胃。可以换好个饲个汤，点赞，中用大汤。